西港区是全台麻仔产量上济区域之一，真济西港区的在地长辈拢有协助采收的经验，但过往受限制的经济条件，无机会会当品尝到麻仔的好滋味。华山经会西港爱心体彩站14周年感恩茶会，特别以麻仔为主题，邀请港民高中家政科师生带领长辈制造手工麻仔饼，为揉面到地膜烤制。除了会当让长辈体验到手做烘焙的趣味，也让真少出门的长辈走出家门，亲近人群。我唔捌做过饼，我怎么讲唔捌做过饼？今仔来遮学嘛？学啊，我唔知淡遮遮换，搁而且无阮先生领厝。安尼啊，遮学啊，遮学因做安尼啊。啊，人加咁学啦，食了较袂无聊。若都想着要做，就会晓做安尼。不只重视学业成绩，港民中学嘛注重品德教育。校方希望透过甲华山经会的社会关怀活动，让囡仔为当中学习到友好甲感恩。港民高中长时间来跟华山基金会都有互动，办活动我们都会全力来协助。那一直以来，我们港民高中除了升学非常棒以外，其实我们学校现在一直在强化跟推动品德教育，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的品德都懂得感恩，懂得惜福。所以透过这个活动，我们学校提供场地，我们家政老师在我们学务处也找到几位孩子，跟我们长辈一起来做一些食品啊，做一些烘焙。那透过互动来尊重我们的长辈，也懂得感恩孝顺长辈，这也是我们一直全力来做的事情。在这长期的服务过程中，我一直在想说，我可以带给长辈什么样子的新鲜体验。常常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，我会跟长辈分享我的生活，他们都会跟我讲说，这个他们没有体验过，他们没有做过。那在这样子的思想过程中，我就想说，可以怎么样来结合我们当地西港的特色，就是芝麻，所以才想说，就是今天带着他们来体验做芝麻饼干的这个体验这样子。那我就在想说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在这边可以有这个场地可以做，我就立刻联系了我们港民高中的窗口。那港民高中不管这边是校长还是组长这边，他们都非常积极的协助。华山经会西港爱心体彩站站长廖永兰表示，感谢港民中学以及真侪善事对着长辈关怀付出，也希望有更多社会大众做伙来关怀生活周遭高老长辈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